我们今天要为全世界的莲友们来献唱这一首歌。这一首歌是师父自己做的，弥陀的呼唤，弥陀呼唤未间断。阿弥陀佛，邀请所有的众生啊，你们都是我宝贝的孩子，你们赶快回到家园。他从来都没有间断，一时一刻，一分一秒，他从来都没有停顿下来。他时时刻刻念念不忘，盼望游子返家园。你看他多么的期待哦，他一直在期待，在看着我们，希望所有在外面出生入死的这些六道轮回众生，你赶快返回到他为我们创造的家园，到极乐世界来。名号时节已兑现了，他要成佛之前，他讲了：如果我成佛，我一定用我的名号让众生称念，一称念，我一定救度你，那我才要成佛，那时候我才有资格成佛。现在他在10劫以前已经兑现了，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这个是我们众生唯一的依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成佛，我们称念他，我们才能够仰仗他，我们能够有所希望，所以他已经兑现了，他绝对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。任凭称念皆如愿，只要随着你自己本身的条件，好好称念阿弥陀佛，就能够满你所愿。以后在临命终的时候，你不会颠倒，不会错乱，不会再受到任何的障碍，顺顺利利的，圆圆满满的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时刻唤醒痴迷虫，时时刻刻就在叫醒我们大家，不要再痴迷了，我们不要再颠倒了，我们不要再贪求了，不要跟别人结恶缘了，不要为了喜怒哀乐每天在那边忧愁不断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众生赶快叫醒过来。六道苦海不可留啊，这个人世间是不可以停留的。为什么？在人世间有生老病死吗？这么多的苦，还有天灾地变这么多，还有战争，还有你想不到的意外事故，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发生。你看生离死别是多么的凄惨，所以六道苦海不可停留哦。一旦堕落就无定去，一旦你沉沦下去了，没有定去，没有固定的方向，没有固定的位置哦。你不是只有当人呐，不一定呐，有时候会出生到啊，你要去偿还债务，你可能在恶轨道，因为你奸贪一毛不拔，所以你会堕落在恶轨道。可能第一道是因为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所以你会在第一道受苦的，受到这些惩罚，所以没有定去。不如及早念弥陀，世间太可怕了，没有保障，所以我们不如呢，赶紧趁早的时候好好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念阿弥陀？因为他要救你啊，他的本愿就是你念我的名号，我救度你啊。你顺他的愿，你就有将来了，你就有依靠了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这很重要的这一首歌是师父自己做的，里面的词是我自己写的，你们不妨可以参考参考哈。写的不好了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我的用意就要让大家好好的念佛去成佛，目的是这个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把音乐放一下。弥陀呼唤，未间断，盼望游子还家园。病好时节已兑现，任凭陈年皆如愿。弥陀呼唤，未间断，盼望游子还家园。名号时节已兑现，任凭陈年皆如愿。此刻唤醒痴迷中，六道苦海不可留。一旦堕落无定去，不如及早念弥陀。时刻唤醒痴迷中，六道
苦海不可留，一旦堕落无定去，不如及早念弥陀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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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